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台中进前有幼囡仔伫厝内的浴槽啊渡水，无喘气、无心跳。消防队接到报案了后，赶紧来抢救，尾也是救无回来。因为家属即马发现讲，伫现场甲囡仔急救的，毋是正式的消防队救护人员，嘛毋是义消，只是一个热心的民众。批评即马急救的方式毋对，救护过程嘛有问题。 有一个3岁查甫囡仔伫浴池渡水，救护人员去现场急救，随家做 CPR， 了后送病院，还是不幸过往。家长事后发现讲，原来迄当阵甲因囝做 CPR 的，并毋是消防队的救护员，嘛毋是义消，是一个热心的民众。伊感觉实在是伤憾。如果现场没有专业人员，你做我没有意见。今天来，而且进来的都是专业人员，你是第3个进来的，那为什么会由你来施作，而不是专业人来做？ 你做了也好，那专业的你没有发现他做错吗？那为什么没有去即刻制止？你们来接手。16暗时啊，这个老爸一个人顾2个幼囡仔，伊咧甲1岁查某囝饲食的时阵，3岁后生伫浴缸啊耍水，不幸渡水。伊认为伊照顾有疏失，现在甲因囝做 CPR 的民众并毋是救护员。伊认为咧做 CPR 的时阵是饲伫腹肚的顶悬，这个救护的过程有问题。不过伊即马无法度去想，敢是要提告。 现在台中市消防局回回讲，这个民众是有下载消防署的急救先锋，听到 AED 这个 app， 收到 app 的通知，有无喘气、无心跳的案例，主动去现场支援。伫有做 CPR 能力的情形之下参与救援，过程当中并无错误，有符合紧急医疗救护法编辑的规定。鼓励我们民众，如果你会 CPR 的话，可以在欧卡案件第一时间可以协助来按压，整个的救护处置过程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部分的话，并不会有任何的所谓的处分什么的。它应该比较限于就是医疗缺乏而且很紧急的状态，但现场的时候其实有2个正式的消防员那没有破坏现场跟维持现场的必要它有没有符合这个部分我们认为是有意义的啦。 法律界人士认为讲，救护现场有2个正式的消防员甲1个义消，敢是属于医疗欠缺，或者是紧急的状态，而且敢有符合紧急医疗救护法，也搁来讨论。不过家属这边若是提告过失致死，法官判断的标准会看囡仔的死亡敢是甲救护的事件有因果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